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咱台湾，每一年有7000多人因为肝癌来死亡。这个肝癌是来排这个癌症10大死亡原因的第2名，所以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来启动着一项专门抽血照超音波做伙来保肝的活动。只要满40岁，揸到身份证，就会当做免费的检查。爱会记哦，检查进前爱空白6点钟。 台湾今年有7000多人肝癌死去，肝癌是国内癌症10大死因第2名，对台湾人的健康影响真大。为了推广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推出一个专门计划，呼吁大家抽血照8度超音波，做伙来保护肝。可以让更多的劳工朋友们可以来这边试试看，把你的肝顾好了。 劳工朋友规工伫咧做工课，无用趁钱，煞袂记咧顾健康。即马定期做检查，提早发现问题，才让提早治疗。定期做超音波检查，发现的肝癌应该都是3公分以下，3公分以下95%可以治愈。 若是满40岁以上的民众，揸身份证就当免费检查，检查进前爱记咧空白6点钟，就当检查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功能和肝癌的问题。另外，对治疗末期肝癌，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病院，家己创高剂量提供药的方式，甲治疗痛风的秋水仙素用伫咧临床顶，互末期肝癌患者带来希望。今年抽了没？全民好心肝。 肝癌防护全面做伙做，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毋那是为家己好，嘛是为厝内的人设想。